香城考試及評核局中3級全港性系統評估視聽資訊評估，考生請細心閱讀考生須知。現在冇1分鐘時間閱讀問題。再播放片段內容。邊個要飯？每日都要。你家好未啊？跟住咯。你講唔晒啊？喂，阿田擺喺度啊！阿田擺喺度，擺喺度擺喺度。講都有飯，都有飯先，都有飯先。裝啲飯俾你先。裝咗先。夠，攞翻啲嚟裝完可以借錢㗎，啱好3份1。係啊，喂，擺落嚟。我得你食啊？哎，講到你啊！到啦。擺上嚟。做咩啊？1、2、3。好啦。哇！好搞笑，做戲啊！片段播放完畢，現在回答問題。第一題為語氣題，考生請細心聆聽以下嘅話語內容。